走吧。好，走出来。咪咪，喵喵，喵喵，咪咪，完全看不到吗？通的是吧？还动用这么多人来救。野猫嘛也是条命嘛。里面很复杂，很窄。我看到猫了，是只小猫，是只小猫。我救了小宝宝。他在左边。靠住了吗 ？OK， 准备哈，准备。上来了啊！好了。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摸。哦，不气。还挺乖的。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了？对不对？以前就是带耗子带。哦，那有它来窝头，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。那个你们有办法嘎？有没有人想养嘛？有没有人想养？哪个想养？就把放了，把放了。饿了，人家哪可以去吃，人家哪是可以去吃。这个纸壳子有没有人要的？哎，那个有人要。他你跟妹儿了也不要，也要。那份我都要跟妹儿比。你愿意要纸壳子，不愿意要猫。2岁你买成2000多，人家给你。我们是和猫住，只要看到猫就能救。出口水点喽。